美中第17轮人权对话刚刚结束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体委员随后又举行了听证会，继续调查中国人权受到中共当局威胁的状况。然而，当美国高官指出中国的人权最近10年朝着错误方向前进的时候，中共却急于反驳。有关评论人士表示，中共为了应付世界人权进步的趋势，他会做表面的修饰来掩盖，但本质上没有丝毫的改变。7月25号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体委员会举行了中国人权听证会。这是全体委员会第2次就人权话题召开的听证，主题是对中共践踏人权、酷刑和失踪来展开取证的。出席听证会作证的有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建人杰瑞德·甘瑟、维吾尔人权领导人热比亚、法轮功学员李海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负责人不穷此人。人权组织现在就自由的创建人杰瑞德·甘瑟向国会介绍了中共制定的新武器被失踪。他指出，中国人权不但没有进步，甚至倒退了。3月，中共将被失踪合法化，也就是说，被认定为威胁国家安全者可以合法被失踪6个月。在听证会上，法轮功学员李海陈述，他仅仅由于修炼法轮功而受到中共当局的非法迫害。他先后被捕4次。最长一次坐牢7年，并在坐牢期间遭受电棍等酷刑折磨。他在证词中还谈到，中共通过所谓洗脑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，以及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。时事评论员兰树指出，中共把一个活人的器官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，谋取暴利，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没得到任何处理，中共反而还在掩盖。这个中国人呢，他之所以没有办法享受到宪法所赋予中国人的最基本的这个权利，就是因为在宪法之上还蹲着一个共产党。所以说呢，只要共产党继续执政，那么中国的人权就不可能得到改善。与会的克里斯·史密斯议员感谢法轮功学员把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曝光出来，他并认为活摘器官的话题应该成为美中高层会谈的一个重要话题。而维吾尔人权领导人热比亚作证时说，自2009年7月新疆发生抗议后，中共对维吾尔人的人权侵犯进一步恶化。他说，中共政府对维族人和穆斯林信仰的高压政策几近于种族灭绝。他一直把宣传作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地，所谓的枪杆子或者是笔杆子，对外他要装成是一副面孔，对内他又是另外一副面孔。主持中美第17轮人权对话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迈克尔·波斯纳25号总结说，美国认为北京在人权问题上朝着错误方向前进。然而26号，中国媒体《环球时报》反驳了美国的指责。大陆民主人士恩广指出，从现在来看，中国的人权真的没有改善。虽然从薄熙来事件，中共政权发生了震动，但从中共维稳方面来看，还是没有丝毫的改善。从网络上也很难体会到，因为很多东西被中共当局给封掉了。其实本质上来说呢，他们没有丝毫的封闭，对不对？只是他们做了一些形象，做了一些表面的一些文章，作为人权和自由方面来，他们只是做到了一个表面的修饰，他们的内在的本质来说，没有多大的改变。达瓦才人表示，虽然很高兴美国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给予了关注和讨论，但是仅仅是口头上的这样一个关注，还不能够促使中共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。